台南西的梅岭呢，逐当梅花若开，拢有真侪人来遐行踏。毋过，所有民众是反映讲，这梅花贵的资讯是无一个统一的及时公告系统，而且这现场公共设备嘛无够，所以希望公部门会当出面来整合。那市政府管理局是表示讲，会搁来检讨这赏花路线，也搁有回访发布的机制。 满山800万的一片，往年卡到是梅花开花季节，这是台南西梅岭风景区低海拔的所在，通看到梅树顶一蕊一蕊的白色梅花，总是请真侪游客来。不过有寡民众认为梅岭遮无回访上新的资讯，加上这搭交通车无做到位，兼有人找无指示，和后边的车骑喇叭等问题。 伊那公共设施也无够，譬如讲迄个公共便所嘛，停车场嘛，这上基本的。 因迄边有迄个官方去宣导，但是过来阮这边家神明机场这边呐，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秘境啊，但是秘境拢是属于这个私人的土地像我嘛。 徛在阮商圈的立场我嘛是讲希望讲带动地方。管理局回应，主要因为梅岭各步道品种、气温参环境拢会影响回访。即阵已经有要求南西区公所逐工上山去掌握回访，兼后续强化指标甲资讯公告。无论市府也是西拉雅风管处，拢讲后续会搁检讨赏花动线甲回访发布机制，要互游客伫赏玫瑰通有一个好的体验。民众赏梅的这个品质跟掌握赏花的资讯呢，是否已经请公所每天要了解实际的花况，做好赏花区的一些建议了哦。那也请观旅局呢要加强及时的花况宣导。后续呢，我们也会跟梅农，还有就是当地的协会、跟公所，还有市府这边呢，再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，会将相关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花况的讯息呢，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跟脸书。 另外，南西上款发展协会理事长指出，梅岭真济梅园拢是私人土地，加上部分地主年纪大，嘛无气力去整理。伊希望市府也是西拉雅风管处通出面整合，结合相关嘅业者推动梅园利用，协助环境整理，看敢通拓展赏花范围，嘛有机会结合加整个油田，带动南西山花观光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